有一個幾有趣嘅事實，查爾斯·達爾文最初並冇將進化呢個詞作為核心概念。佢當時用嚟解釋嘅表達係 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， 即係帶有變化嘅承傳。呢個概念其實好簡單，生命體會由父母繼承各自嘅特徵，但係喺一代一代之間，仍然會出現細微嘅差異同變化。例如，就算同樣係人類，身高、面貌同體質都可以唔一樣。呢啲差異係喺遺傳資訊同環境影響之下出現嘅細微變異。而喺呢啲特徵之中，有啲可能會更加適合環境。擁有呢啲特徵嘅個體，生存落去同傳遞俾下一代嘅機會就會更高。達爾文將呢個過程稱為自然選擇。重要嘅一點係，自然選擇並唔會創造出全新嘅特徵，而係喺已經存在嘅變異之中發生。所以喺今日嘅科學入面，進化係指生命體喺世代更替之中出現嘅特徵變化同多樣性。而家我哋可以問一個問題：生命體可以出現呢種變化嘅可能性，最初係點樣被安排好嘅呢？